搭建吊棚、興建或者拆卸村屋，呢啲小型但係高風險嘅工程，意外甚至致命嘅個案不時發生。安全球爆開咗，意外墮地，7樓跌落嚟，昏迷1個月爭啲死啫，冇諗過會發生喺自己身上。最深刻嘅一句説話，佢上晝出門口仲話今晚翻唔翻嚟食飯啊？夜晚收到嘅電話就已經係離開咗啦。工期短、人數少嘅工程獲豁免，唔需要向勞工處呈報。政府有意修訂，但係5年都未見落實。冇情報就冇巡查，我希望政府咧都能夠認真去重視呢一樣嘢。如果我哋有一個情報制度，發現有問題，咪即刻告票啊，或者警告啊，都能夠有效地去減少一啲意外發生。咁我出事都係喺呢個停車場，自己喺呢度出事啊！跌落嚟嗰架工程車應該係泊喺71對開嗰度啊！41歲嘅陳生做咗搭棚師傅10幾年。前年12月7號，佢同另一個同事嚟到呢個停車場7樓，為外牆維修工程搭建棚架。不過就發生意外。一般我哋搭棚第一步會先喺出面用電鑽鑽窿啦，跟住裝拉爆螺絲，再上9比架做一個承托嘅力度嘅。咁我嗰陣時就一開頭出去做啲工序嗰陣時，咁個安全扣又爆開咗，然之後就意外墮地，由7樓跌去嗰架工程車嘅車頂上。佢一跌落去之後就昏迷咗。陳生被送入院，昏迷咗1個月，醒返發現自己傷痕累累，盤骨碎裂，左手骨折，右邊膊頭甩臼，左邊面骨碎，好嚴重下嘅，個腦嗰個壓力定係個腦出個水啊咁樣，要去開腦去放壓嘅。我隻右腳菠蘿蓋去到小腿啊、腳掌都係有傷。經過多次手術，7個月之後，陳生終於出院，但係身體狀況大不如前。而令佢最擔心同唔開心嘅係意外之後，原本係全職主婦嘅太太要喺食肆做炒散幫補家計。2個讀緊中小學嘅仔女學習都受到影響。我個仔我個女有啲興趣班已經 stop 咗，因為經濟壓力。原本佢家庭主婦，而家因為呢個意外，唔應該由佢去操勞嘅、去煩惱嘅事，要煩惱咗佢，好 sad， 好失望，我覺得好對唔住屋企人。我一家之主應該去支撐屋企人嘅教育啊、開支啊，因為呢個意外嘅要令佢哋停止咗，好似對佢哋唔公平。陳生嘅意外涉及工傷，不過佢嘅公司原來冇幫佢買勞工保險。意外之後，亦都冇按僱員補償條例每個月發放4/5嘅工資作為病假津貼，只係象徵式每個月發放大約1萬蚊人工俾佢。我出咗意外又冇保險去承擔返，甚至乎下個月佢會唔會再出糧俾我呢？最後呢1萬蚊仲可唔可以攞到呢？我都仲需要有個擔心喺度嘅。我覺得好無助，嬲就一定有，嬲完之後都係好冇嘢做得到。
根據工業傷亡權益會嘅統計，過去大約5年，每年平均有大約800宗涉及裝修、維修等等小型工程嘅傷亡個案，佔建造業意外個案接近40%。總共有36名工人死亡。申訴專員公署舊年公布一份政府對建造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監管調查，話2018至2023年期間，建造業一共發生108宗致命工業意外，當中有29宗係按法例唔需要向勞工處呈報嘅裝修同維修工程。根據建築地盤安全規例，工期多過6星期，工人多過10個人嘅工程就要向勞工處呈報，其他獲得豁免。換言之，如果工期短同人數少，即使工程涉及一啲高危工種，承建商都唔需要向勞工處呈報。工權會總幹事蕭倩文認為，無論工程大小，都應該要呈報。如果我哋有一個呈報制度嘅時候咧，第一，我哋掌握咗啲工程喺邊度進行，會有幾多宗數進行緊啊，每一日。第二，俾一個僱主僱員一個警惕，就係我有機會會隨時嚟巡㗎啦。咁唔該，你哋做翻好安全。第三，就係佢真係去巡嘅時候，發現有問題，咪即刻告票啊，或者警告啊，咁都能夠有效地去減少一啲意外發生。近年不時有意外發生嘅小型裝修同維修工程，仲有村屋。元朗有村屋喺進行拆卸工程期間冧牆，壓中一個工人，送院搶救後不治。元朗有工人拆卸村屋嘅時候，被冧落嚟嘅磚牆壓倒，送院不治。葵涌一個正係進行清拆工程嘅地盤，有石頭墮下，壓傷一個工人。上個月初，一個泥水工獨自喺大埔一間興建緊嘅村屋做嘢嗰陣，懷疑被用嚟切割同打磨嘅割磨機割傷。由於地點偏遠，受傷之後超過1個鐘，救護員先揾到佢，結果工人失救死亡。舊年11月，一個女工喺元朗清拆村屋嘅地盤工作，被一幅大約2米高嘅磚牆壓死。一般我哋理解嘅牆，你起碼都有啲鋼筋落咗石屎咁樣起咗上嚟，咁你拆嗰陣時咧都唔會一下子冧噶嘛。但係村屋咧，佢有豁免啊嘛，尤其係一啲早期嘅村屋，佢有啲牆係唔符合結構嘅。咁死者佢耷低頭做嘢，其實佢睇唔到嘅。機手咧就喺另外一邊做緊，佢都唔會懷疑到話，哦，原來有啲震盪或者係啲泥、啲石屎嘅移動會撞到嗰埲牆而壓到佢。周思傑話：村屋工程大部分都係豁免向勞工處呈報嘅項目，而樓高唔超過3層。有蓋面積唔超過700平方尺嘅新界村屋，亦都無需事先獲得屋宇署嘅批准同同意去做拆卸工程。不過就要向地政總署呈交圖則。周思傑認為村屋工程規模較細，多數都係由小型工程公司承接，未必有足夠嘅風險評估同監工，加上唔需要呈報，意外嘅風險會較高。我哋係咪唔應該豁免？總之你係有一個裝修嘅地盤，你就要去申報。申報咧，起碼有個警覺性喺度啦。起大樓嘅一啲公司咧，佢都有個安全政策嘅。咁呢啲咁嘅公司咧，我哋係咪要求佢都要有一套安全政策？姑勿論你係自己老闆又好啦，或者係你聘請1-2個工人好啦，喺佢嘅施工嘅期間，我哋點樣保障嗰個工人嘅安全咧？或者係當出咗事之後，我哋點樣去理賠啊？或者係點樣去幫助啲工人咧？我諗你要係有一套嘅規管先得。
我哋見到有唔少嘅意外咧，喺一啲為期較短或者僱用人數較少，但係風險相對較高嘅建築工程裏面咧，勞工處建議4類嘅風險相對較高嘅建築工程咧為必須呈報嘅項目。2021年，勞工及福利局曾經就工期較短或者人數較少嘅建築工程呈報機制提出修訂建議，包括擴大呈報範圍，加入風險相對較高嘅建築工程，例如吊棚、建造或拆卸樓宇等等。不過5年過去，有關嘅優化修訂仲未落實。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周小松認為政府有必要盡快修例，要求有關嘅較高風險工程強制呈報。呈報同巡查係掛鈎嘅，但如果你完全冇呈報呢，佢就認為政府都唔會嚟查嘅，咁咪求其咯，其實唔會出事嘅，唔怕啦咁。咁其實呢種僥倖心理之下呢，往往就會養成一啲好嚴重嘅工業意外啦。我哋就條例修訂嘅進度向勞工處查詢，處方冇正面回覆，但係就話已經為改善呢啲工程推行多項工作，包括喺4年前就吊棚發出全新嘅安全指南，並且喺前年更新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要求有關工人要持有有效證明書工作。另外，亦都同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合作，就屋苑裝修維修工程做自願性通報。處方話會突擊巡查。1年幾前，搭棚工作期間意外墮地受重傷嘅陳生，近呢2個月終於可以唔使再用拐杖行路。依家每2-3日佢都會出下街買餸。我今日出嚟買咗薯仔啊、番薯啊、豆芽、蘿蔔啊，每一次我買太多太重嘅嘢。咁一嚟係幫輕下老婆啲家務啦，二嚟我都順便當係自己鍛鍊下。最主要我隻腳要想康復得有力啲，所以都經常出嚟揾啲機會出嚟行下、走動下嘅。為咗快啲康復，陳生會按物理治療師同職業治療師嘅建議，行下樓梯、做下運動、鍛鍊肌肉。不過佢話，因為受傷期間，醫生喺佢腹部開咗個造口排便，即使想快啲復原，都唔能夠操之過急。最理想嘅係希望一步步身體越嚟越好，可以做得返搭棚師傅嘅工作。如果我日後可以做返呢啲行，我都會更加注重安全呢方面啦。成個工作環境啊、行業嗰個生態啊，要靠啲有能力嘅人去爭取。如果佢成個環境可以再安全啲啊，再好啲，咁大家工友都會好啲。由福村天橋底嘅羽毛球場打到去世界盃，其實一路以嚟都好唔容易。上年可以代表到香港參加世界盃，仲攞到亞軍，係我 pickleball career 入邊其中一個最開心嘅一個事。由福村天橋底嘅羽毛球場打到去世界盃，其實一路以嚟都好唔容易，亦都係見到嗰個努力係真係有成果。
當匹克球依家仲被視為係一項新興運動，佢已經係一位全職匹克球運動員，並且曾經係世界排名第一。佢係今集經緯人物誌嘅主角林俊熙 Ryan。我會形容圍棋其實同 pickleball 都好相似，每一球諗緊呢個波嚟到，我係要彈唔彈地啦，進唔進攻啦，我係咪要防守啊？定我要打去我嘅對手嘅可能右邊膊頭啊，定左邊嘅腰啊？每一秒都做緊好多唔同 decision， 都好似捉棋嘅一個 process。30歲嘅 Ryan 從小就亦文亦武，除咗玩圍棋，亦都因為外公同舅父係網球教練，4歲就接觸網球。中學時期係網球校隊嘅成員。佢18歲去咗美國讀大學，主修哲學。原本一直有參加學界嘅網球比賽，不過後嚟因為手腕同背部嘅傷患，令佢放低咗球拍。大學畢業之後，就喺當地嘅科創公司做銷售員。3年前，佢喺公園見到有人打匹克球，覺得好有趣，於是就落場試下玩。點知呢一試就改變咗佢嘅人生方向。咁我就恃住自己由細打波打到大，就覺得實掂啦。點知就發現，即係我同嗰時係有啲年紀比較大嘅 auntie 啦，點解我會打唔贏佢哋咧？咁其實內心係有少少崩潰嘅，就即係話一個由細打波打到大嘅運動員啦，咁輸咗俾幾個 auntie，仲係即係佢哋都唔係好跑得到嘅。覺得呢樣嘢運動好得意，雖然我係輸得好慘，但我又覺得幾好玩喎。Ryan 於是開始自學匹克球，仲參加唔同嘅比賽，攞到唔錯嘅成績。1年之後，佢毅然辭咗份工，專注練匹克球，想挑戰一啲世界級嘅比賽。當時其實 struggle 咗好耐，自己要點做，因為我個人亦都係唔中意做一半唔做一半嘅。如果我覺得係想做，我就會全力去做。咁其實當時要決定做呢樣嘢嘅時候，都係覺得，如果 keep 住返工，我嘅生活都係一模一樣。咁但係如果我決定辭職去做一個運動員嘅話，我1年之後嘅生活可能係完全唔同晒。其實我 look forward 到嘅一個 change。有啲就係正受歡迎啲，有啲就係反受。 2年前佢返香港，開始成為全職匹克球運動員。今年年初喺世界匹克球冠軍賽男子19家組別攞到世界同亞洲排名第1。舊年佢就代表香港去美國佛羅里達州參加匹克球世界盃，攞到男子雙打亞軍。上年可以代表到香港參加世界盃，仲攞到亞軍，係我 pickleball career 入邊其中一個最開心嘅一個時刻。打到最尾入到 final， 其實嗰時真係都想喊嘅有啲。我身邊亦都好多人一路睇住我哋由屋邨天橋底嘅羽毛球場打到去世界盃嘅 final 決賽，其實一路以嚟都好唔容易，亦都係見到嗰個努力真係有成果。前幾年香港仲未有正規嘅匹克球場地。呢個位於葵涌嘅5人足球場，同埋附近屋邨天橋底嘅羽毛球場，就係當時 Ryan 同隊友練習嘅場地。嗰陣時候通常都係夜晚打啦，因為大家都要返工。咁我通常都係最早嚟嗰個，我就幫手 set up 個網同埋黐啲膠紙啦。咁你見到呢度好多嗰啲膠紙痕，就係見證住 pickleball 香港嘅歷史㗎啦。打打下突然間落好大雨啦，或者係呢度有時候都會大風嘅，打打下個波就吹走咗啦。我係叫做喺逆境環境之下成長嘅，所以對我嚟講係有啲幫助。係
Nice，good， 係啦 ，good， 我覺得係啦，多啲 ，yes， 好多。你個拉拍冇咁大，好，你而家拉拍細好多，你咪每一球你都打到咯。咁你打。當年自己靠自學，依家就希望將自己嘅經驗傳授俾一啲有潛質嘅球手，同時推廣俾更多人認識呢項運動。Brian 話：匹克球容易上手，唔係一種單以力量取勝嘅運動，喺香港應該會有好大嘅發展潛力。對亞洲嘅運動員嚟講有優勢，唔似網球話我哋要靠大力嘅抽波、大力嘅開波，相對上反應敏捷係比較有優勢。繼續係一啲好細嘅小朋友同佢公公婆婆都可以玩得好開心。呢一樣嘢係我諗冇其他運動可以做。好啊！下個月 ，Brian 會再代表香港出戰匹克球世界盃。以前打波都冇諗住係話代表港隊或者點樣，所以其實呢個係好開心，亦都好興奮啦。但係同時間自己都要識處理點樣 handle 嗰啲壓力，點樣面對唔同嘅對手，點樣 adjust 或者點樣自己進步咯。希望透過香港參加世界盃，等更加多人可以認識到 pickleball， 知道原來香港有好多好努力嘅運動員都為咗自己嘅夢想去努力。